好缤纷哦！价值6位数的德国民情，穿上了台湾客家花布的外衣，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郭少廷的拼贴艺术，胆大心更细。除了美观之外，我们还不能影响到它的所有结构。对，那所以客家话客家话就是公做的统优啊，公做的统优，而且也应该加一句让人舍不得用，欢迎唔攀得用。是超。西画做基底，涂上亚克力原料，再搭配传统花样，独创2D 立体拼贴技法，连国外都没有。这5年来的时间，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创了将近有30多种至50多种的新的手法。也让人惊艳的是单车的拼贴，今年接受了西班牙的单车厂商相邀合作，有了小提琴的成功经验，郭少廷的客制化订单如雪片般飞来，费时费工，当然价格不菲。原价大概在2万5到3万之间，那客制化的它可能就是差不多3万5到4万之间。郭少廷的巴式拼贴颠覆想象，5年玩出50种创意手法，建筑用的胚土、油漆，任何媒材都能发挥。得意之作是他独创的技法，只用火的温度去熏烤出木头的一个熏黑一个程度，然后我们去做拼贴。寻常不用的纸张加点技巧也是件艺术品。喜欢在生活中找灵感，不受限材料，挑战极限。来客到你家，我们今天在新竹湖口老街认识了法式客家拼贴，它玩出来的花样精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式迪古巴特。而现在呢，还有一项很远大的计划，民国100年，他们要做客家花布千人拼贴，来挑战金氏世界纪录，值得期待。工作都懂优，欢迎唔攀得用。工作都懂优，欢迎唔攀得用。